台南市美术馆去年10月甲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启动7日联名，双方合作逍遥游当代工艺合创展，和工艺以当代艺术回应社会的趋势。所以我们展出的展品或许数量还没有到达非常大的一个数量，可是今天来自各个领域、不同领域的工艺家们都希望能够到现场来看一看，到底在当代艺术的场域里面如何去呈现我们工艺家的一个作品，用什么样的概念来传达，能够超越材质、超越所谓的技术，而能够进到一个文化的一个生活领域，一个文化的哲学的概念。这个空间、时间，还有用最快的速度，在一个慢活的古都里面的最漂亮的美术馆，能够举办的这个跨领域、跨时间、跨文化、跨世代的一个展览，我们非常感佩，也谢谢南美馆，更感谢文化部以及国家工艺研究中心，能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许多来自全国各地还有台南府城的市民朋友们都能够有这个荣幸，有这个机会，能够看到这个当代工艺这个合创展。一摆工艺作品展览强调，伫咧创作者咧合作的过程中，对唔知领域的探索，结合庄子美学思想逍遥游中所追求的自由观。工艺时间、空间佮速度三个维度中各自展开，嘛互相影响产生工艺作品。展期为期3个月，伫台南美术馆做展出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